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3月29日的 AM 新闻，我是柯 TV。现在关心今日有啥款的重大新闻？国内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今增加15例，14例是境外移入，1例是本土病例。国内拢总已经有298例。各地500台湾人今在指定的华航班机回来，有4个医疗人员回去协助检疫，才载因回来台湾。日本东京今确诊的武汉肺炎有68例，佮创下一天增加上侪纪录，安倍安省进行破纪录纾困。先来看到国内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又佮增加15例，其中14例是境外移入，1例是本土病例。拢总的确诊病例是已经有298例。今伊一个本土病例289例，伊是一个40岁女性，佮293例是翁仔某。293例是对欧洲旅游回来了后，一直到3月29确诊，比因某较晚一天才发病。2个人接触史指挥中心会再进一步公布。国内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有298例，个新增加15例，其中境外移入有14例。发病进前捌去美国、西班牙、摩洛哥、菲律宾甲印尼这国家，出国目的以旅游或者是工作为主。唯一的本土型病例第289例是一名40岁女性，3月22出现发烧症状，家己看医生，3月29确诊，好亲像是被293例伊的先生为着。293例比伊慢一天发病，23才出现家嫂症状。伊捌伫3月7日去葡萄牙、西班牙队团旅游，回来了后居家检疫，无做好防护，为何太太造成本土感染。要居家检疫的话，那就请就单独一室了哈。那不要共同一起吃饭。如果要交谈，就戴口罩，隔在1公尺左右。爱他有多少，就离他有多远。新增加的第284例是一名20岁男性，登记伫菲律宾工作，3月20回来，甲3月28公布的第277例，即同一班飞机，都伫居家检疫期间身体无舒适，看医生19确诊，共大接触者居家隔离中。那飞机单里面的乘客本来在3月20号之后都是居家检疫，那机组人员我们也把它匡列进来。指挥中心表示，3月20捌一中型 BR281旅客，目前已经有2人确诊，确实出现相关的症状，请通知卫生单位安排看医生。佮强调，检测范围放宽，会针对风险进行采检，已经无限定旅游史。另外，为提升防疫强度，指挥中心计划提出社交距离相关规范，甚至无排除祭出罚钱手段强制要求，保持社交安全距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华航头一班亲像包机航班，伫下晡4点半左右是飞到上海，伫今暗7点50分，会伫将各地500台湾人接回来。先对500到上海车停，大概10点钟到12点钟。毋过因真珍惜机会，指挥中心表示，会有4个医护人员第飞协助检疫，才回来台湾。天还未光就到上海浦东机场，就是为着要赶到离到暗时的雷包机返来台湾。也有囡仔到机场穿着雨衫甲外层的防雨衫，拢准备好啊，希望赶紧返来厝诶。那国人里面会分好几种模式回来，第一个呢会从坐大巴，然后我所知道还有从火车、坐动车、高铁，他们可能会到长沙坐飞机。所有的国人非常珍惜这一次能够回来，因为等了很久了。雷包机甲进前2线武汉包机无同，雷包机受海基会请华航协助，准备2架上海定期航班，甲留伫500个台湾人再回来台湾。民众爱先对500到上海，路途大约800到1100外公里。所来对浦东机场分别是29到30，华航暗时7点50起飞的航班回来过来。会有4位护理人员过去嘛？那会在空桥的部分会帮他们做一些量体温。离包机返来台湾路途因讲是真遥远，不过甲包机无同的是，咱国无需要申请中国落地许可，将要靠华航的定期航班甲人接回来。
你到底是不是法度顺利完成？计划是不是发生变化？指挥中心已经有先来推演，就看暗时实际执行情形咯。记者综合报道。按照中国官方到28统计，武汉肺炎新增加45例，本土案例到1例。5百姓对29饭店开始恢复国内空中交通。另外一方面，香港为了防止疫情拓开，都限制餐饮业一道侪人数甲大的距离，暗过却是引起业者批评。机场内底地勤人员全部穿着防护衫，戴护目镜甲喙暗手套。500姓在29饭店恢复国内航班，头一班护航的班机在0:06分对宜昌三峡机场起飞到福州，载着64名乘客。不过，武汉的天河机场也未复航，离500到北京、到香港、澳门加台湾依然是继续停飞。你会选这个福州正做恢复的首航，也是另外有伊的用意。在这一次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当中，那么对口支援湖北宜昌的就是福建省。根据中国官方统计，第八新增加45例武汉肺炎的确诊，只有1例是本土病例，是伫个河南省。而伫香港，总计确诊接近600例。港府为着避免疫情一直拓开，27暗时宣布各种新的做法，包括禁止4个人以上集会。另外，餐厅的桌仔爱加1公尺半，店内底的座位减少一半。店头真无奈，有人讲这政策是赶处处，也有人讲唔知到底要安怎做才对。規定我哋都唔係好，即係實質嘅太清楚，即係都唔知啱啱嘅其實。而新加坡政府也定出嚴厲做法，賣場內底民眾愛照塗骹搭好的線排隊，每一個人袂使排上晚，愛離較開的。大樓外口的座位也打着標示，提醒民眾愛離較開。因為新加坡宣布，民眾若是無離1公尺以上，相關的罰1萬塊新票，大約台票21萬外，甚至6個月徒刑。We want to find someone for not abiding the rules says, 10,000 is really a lot. But I think they just want to scare us. Well, it may seem to be very severe, but perhaps at this time in times of crisis, perhaps what we need is to ensure that people follow the simple rules. 而商场、餐厅业者也真紧张，重新安排这个座位，加免怎行？因为若是民众违反规定，业者也会犯法。记者综合报道。在新北市有一对姓江的翁某，居家检疫这第4天，因就走去金门，打算用小三通走去中国。2个人向抓到了后，拢却罚15万块。想未到居家检疫期满，因还未纳钱就出境，因为这2个人名下并无财产。行政执行署已经查考这2个人的保险。你都签名了，你还不知道？你们只是说入境，没说可以出境。明明爱居家检疫的翁某2个人刷挂行李出现伫金门，准备透过小三通到中国厦门，毋过遭到移民署警员抓落来。住伫新北市的姓江翁某1月初2为中国返来，爱居家检疫14天，2月初6因想要为金门创关，阁被开罚15万，毋过罚款拢无够，就伫2月19要坐飞机去中国。行政执行署台中分署决定扣押2人人寿保险。那我们调查他名下是没有不动产，也没有车子，那2者都有投保保险，所以我们已经发文去扣押他的保险。那至于他名下有没有存款资料，目前为止是看不到。行政执行署台中分署表示，卫生单位伫交钱期限到期了后，3月16会将这案件移请执行。不过，因为姓江翁某明显讲是拖延搁趁机会离开台湾，已经将2人限制出境，只要因当台湾都爱交罚金，才会解除监管。我们发现他显然对于违反居家检疫而被开除罚款这件事实，他显然是没有想要缴纳，鲜有逃匿之余，所以我们已经依法在109年的3月18限制出境。根据行政执行署的统计，全台已有275件违反防疫规定被罚，伫台北、桃园、新竹拢有开罚100万的个案，不过拢无交钱，假使无伫期限内底交钱，拢会强制执行。记者综合报道。需要大家注意的，有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国内武汉肺炎第268例，伊最近去过所在，伊是住伫北部地区55岁工作室头家，伊本身并无旅游史，捌去过新北市真侪旅游景点。医生就表示，敢无旅游史已经毋是检查标准，呼吁病院只要出现有可能病例，都要做检查。
新冠肺炎疫情真严重，加28为止，国内有283人确诊，新增加病例当中有2例本土个案，第268例加269例拢无出口数感染源，要搁调查。其中第268例情形较复杂，拖个外月，真侪摆看医生拢被当成是一般性感冒，过程中捌因为发烧送医，住院了后症状改善出院，搁发烧送医，最后病同步检测才确诊，大家拢烦恼，恐惊268例加做防疫空胖。这个新冠病毒的警觉性要提高，就是即使没有接触史、理由史，那如果他有呼吸道症状，如果他不能够用一般的感冒解释，他病程拖久了，那就必须要做适当的检验。指挥中心表示，第268例有慢性病史，目前因为肺炎状况严重，在交互病房治疗。列出449位接触对象，主要是诊所病人、医护人员，大部分采用自主健康管理。同时公布最近的旅游数。2月29号，下午5点20分到6点54分，在金山老街跟庙口肉羹。那3月15号的下午2点半到4点48分，在乌来老街旅游购买路边小吃。另外一名本土型的第269例是观光局派驻桃园机场内旅客服务中心的男性员工，平常时工作是接待贵宾，如今确诊，机场内底工作人员真惊吓。医师呼吁病院检测爱提高警觉，有怀疑的病例爱赶紧通报，各建议民众爱有真好的卫生习惯，尽量减少甲千份人直接接触，因为有3.5确诊个案感染源无清楚，恐惊加做社区防疫危险因素。记者综合报道。现在真恐怖，武汉肺炎伫全球死亡病例是已经破3万，确诊病例超过65万。疫情恶化，真见美国总统川普原本打算强制隔离纽约等3个经济严重的州，后来是改做发布旅游警示。美国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人数超过12万，已经是全球第一。28死亡病例都超过2000人，其中敢若纽约州就占700多人，是全美国上严重。川普总统进前打算对纽约州甲附近的纽泽西、康乃狄克等3个州祭出2礼拜强制隔离，不过受到纽约州长古莫甲地方强烈反弹，关落引起惊吓甲市场混乱。川普随后解释讲隔离无必要，改发旅游警示。联邦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 CDC 呼吁这3州的居民避免无必要的国内旅行2礼拜。纽约州州长古莫也宣布，原定4月28要举行的纽约州总统初选，会要到6月23。各关禁区临时病院、卖喙安遮个人防护装备，也有救命呼吸器。We're planning for that apex and making sure we have the equipment, the staff, the beds for that critical need. The models say you're 14 to 21 days away from that apex, we call it. 不过医疗体系已经被砍低，爱慕赫斯特病院医生入院来状况，院方爱叫冷冻卡车来保存患者遗体。规个病院只有5台呼吸器。曼哈顿一间病院的48岁男性护理师去为着过身了后，所在位医护人员指挥抗议防护装备无够，所以暗重复使用，会冒生命危险超时工作。联合国紧急关乎美国的25万的喙暗，优先发予纽约市使用。This policy and guidelines put out by the CDC is killing nurses. We already lost our first nurse in New York City. We're going to lose more. 伫加勒比海加利华邮轮集团旗下荷美航运的上丹号邮轮，为阿根廷出发了后，船顶1800名乘客当中，有2人确诊，130人好亲像也去围着，而且已经有4个大人死亡，险正做海上拯救。巴拿马原本无要互邮轮通过，28因为人道考虑，允准通过巴拿马运河去澳洲。其他健康乘客坐小型转接船，陆续转移到荷美航运另外一只邮轮诺特丹号。因为欧洲疫情继续真紧张，意大利18总共死亡人数破万，西班牙也有将近6000人。因为真欠防护装备，西班牙医护的感染率增加到16%。28暗时8点，警消人员甲医护暂停工作，伫病院外口为共同对抗病毒，大家拍破加油。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所来到日本，东京行较近的武汉肺炎有68例，佮创下新冠。首相安倍讲，10本内会规划比金融海啸时阵规模更较大的紧急经济对策。因应疫情，真侪国家是要求民众保持社交距离，但市长表示会讨论台湾敢要制定规范。不过，民众甲心理人认为，实际要做是有困难。伫岛顶放透明隔板降低吹烂手团部，是最近未少餐厅、商场用的防疫方法。最近，亲像新加坡都强制人甲人之间爱保持1公尺以上距离，啊若无会罚款或者是加金。台湾是毋是要对咧做呢？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承认有咧考虑。我们对社交距离这样的事情是在意的，一个是怎么样去执法才有效果嘛。好啊，第一个它是要一个可行，而且能够有效。亲像立法院已经将电梯分成6格，规定1格间的应徛1个人。台工会学者詹中权相当赞成，但市长的想法佮呼吁趁疫情还未扩大进前，赶紧做才有效果。任何一个空间都应该要维持2公尺，譬如说。餐厅里面不符合这个的撤掉这一个方法，我们也看到一些国家捷运什么这个长排型的这个椅子上打叉的方式来提醒说那个是不可以做的。你像我们桌子都减少了，损失大家都在损失，我们都还可以活，就很不错了。小食摊有人支持，啊，毋过市区地下人多，有人烦恼安尼真歹做生意。也有人表示要做到开发这一步，实际上应该真歹执行。当然是不支持啊！你这样没办法拿东西给客人啊。这很难开发吧？跟亲朋好友之间的话，可能会很容易就忽略掉这一块耶。副指挥官陈宗彦表示，要的确应推行1支手的距离，互民众维持适当的社交距离。但市长强调，细节要在研究当中，还需要更加侪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做回来关心清明假期的交通问题。今年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影响，不少民众是不爱坐大众运输，改做家己塞车。高公局就估计，落南的将会时段是伫4月初2，也是平常时连续假期的1.5倍以上。清明连续假期为4月初2开始连续4天，代替的车票18甲拄仔卖，长途热门时段的票阁卖了了。但是甲以往相比，因为今年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有不少民众无要坐火车，嘛无要坐高铁，因选择家己开车出门。现在那个高铁方便嘛，但是今年就考虑到疫情，就用自己开车方便。为了疫情，可能也会自己开车吧。会怕这样子会不会担心塞车？塞车那就早一点出门就没事了。即马当时防疫的时阵，伊拢感觉家己塞车出门较安全，但是嘛因为安尼，私家车拢塞出门，高速公路恐惊会出现大量的车流，因此高速公路局按算，年假的上大车流量会有128万车公里，尤其是4月初2落南的车流，按算会是平常放假时阵的1.5倍。双向跟南向的一个最大量会落在4月2号第一天，124达到最大量。大概是平常连假大概1.5倍以上，那北港的最大量可是就是会落在4月4号，会达到那个北向会达到6600万车公里，也是平常日的1.5倍左右。受疫情的影响，虽然私家车可能会增加减少大众运输的搭乘，但是旅游旅次也会减少，所以整体的交通量来看的话，是不见得会整个都大幅的增加。为了避免塞车，高速公路局祭出连续2礼拜过路费拍7折的优惠措施，希望会当分散车流。清明年假天气嘛会无稳定，转做全台湾拢会落雨，提醒民众爱注意。记者郭灿吴德新台北报道。受到疫情影响的各高雄的买花屋，原本是以外销日本为主，不过3月份的订单是减少1/3，空运的计数又搁起3倍，最后花农是挡袂牢。高经济作物，民众俗称的“福好花”，全台以高雄内门正常做。原本3、4月是用花大价，不过即阵受到疫情影响，主要外销日本，毋那订单互取消，航班减少，空运费用更加是起了3倍。尽量嘛是转运伫海运因为海运的整个时间拢有较长，所以讲生产的较济时阵对农民嘛是一种时间慢落来，嘛是一种损失啦。福好花年产达2亿，是国产花蕊外销的前5名之一。这阵外销受阻碍，国内因为农历3加马祖生日，庙市用量大，计销也算平稳。不过整体来讲，依然减少1/3。
去年来讲，这个时候神明生日很足济的时阵吼，它是价格蛮高的啦。啊，这个时阵吼，因为大家拢无要做大型的活动吼，目前大概吼有掉在1/3。伫影响全面国较大的兰花，去年国际兰店促销订单拢无来。去年第二季台湾兰花出口产值大约是4700万块美金，今年是直接差一半。我们对于后续的那剩下的5成或3成的这些订单呢，其实我们也很不乐观，因为现在的整个市场的供需，其实大家都讲不准。只要疫情它没有消缓，那我们现在仅存的3成，可能也会全部都被取消。后面的疫情一直拖开，花伊个毋是民生必需品，有股4、5月情形可能更较歹。若是放弃出口，转入国内市场，量伤多，伊会甲这继续诱来。农委会要用这纾困贷款补贴空运费用，推广民众甲表示多多采用花蕊，帮助花农渡过疫情难关。记者宋夏报道。目前是嘉义鹿草西瓜大出的季节，连续办13年的西瓜节活动，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规模变较小。甲西瓜破开，内底摆甜的瓜仔肉。目前嘉义县鹿草乡的西瓜当着时，各地来买的民众是一粒一粒搬上车。这本地种的初步地啦，发展起西瓜有名，赞啦。啊，即摆着时就对啊。哎呀，当大出当好食。鹿草乡举办西瓜节行销农产已经有13年的时间，但今年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乡公所缩小规模，只举办农产品的销售。瓜农表示，近期因为天气温度落差大，所以今年的收成比旧年较歹。加在年初落雨少，所以甜度有提升。暗时日时差2-3度无啥差，拢差10外度，迄瓜的生长吼，较去拔落皮啊，瓜大较袂大粒，安尼产量就较歹啊。原本乡公所嘛考虑停办所有的活动，但疫情已经互北部大半的销售情况无好，所以由原决定要伫乡公所头前的广场举办展售会。伫这个疫情的冲击下，反而是来增加较空旷的所在，行咧、看咧，帮我们的农民互因加赚日子啊。嘉义县政府表示，鹿草培养瓜仔仔技术全国知名，提供全国80%西瓜种植，希望民众会把握这段西瓜大出的时间，来购买品质优良的在地农产品。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关心明仔天气，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是16度到25度。中部地区是18度到29度，南部地区是20度到32度，东部地区是17度到26度。那外岛地区是12度到26度。感谢您收看今日 AM 新闻，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